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初9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华航飞行机师翁仔某染到新冠肺炎，指挥中心公布因去过所在，包括桃园、华泰、平品城。台湾的本土疫情也未冻点，福建原本明仔载要放入小三通的检疫，即马临时大动，开放的时间也改变过。今日的天气真好，高雄内蒙上悬升到38度3。气象局表示，未来一礼拜拢会晴热，就要注意夜景唔通流沙。新闻头起先，赶紧来关心国内新冠肺炎的疫情。咱今仔日是增加一个带病入境无本土病例。另外，昨公布的染病技师教官甲伊的家后，指挥中心公布因去过时间甲地点是有变动。技师太太去台北大学富邦银行的时间改做5月初4，佮有技师伊本人5月初1捌去过桃园的华泰名品城等等3个所在。提醒有去过这寡地点的观众朋友，都要注意家己的身体状况，做好防疫。环保局的人员伫矿场进行大规模的环境消毒，惊互疫出现破空。因为疫情指挥中心公布华航确诊技师教官翁仔某上新的活动数，其中案例1183技师教官捌在5月初1下晡点外到桃园中立的华泰名品城，同一天也去过中立甲路德的2间餐厅。案例1184技师教官的太太是经正伊的卡掠，是5月初4早起11点外去过台北富邦银行内湖分行。利用点名点头是真紧张，点内点外拢赶紧来做清洁甲消毒工作。昨天就是紧急，就是先闭店，对，然后我们就是政府说，要我们做消毒的部分，那我们就是整间店从上到下全部都有进行，就是大规模的消毒。就是每天消毒8次，在整个园区的各个角落，大家触碰得到的地方，然后每一周都会有一次，就是我们场域内，然后还有后场、场域外等等的大消毒。例确诊的华航技术教官，甲去运动酒吧的技师，案例1153捌真菌来接触。因过因为疫情调查，敢若列出发病进前2天的接触者，所以讲技术教官第一时间无被列出隔离，造成伊太太也怀着。对此，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未来考虑将这个列出隔离的时间向前悠到3天，另外也将这个技术教官密切接触的6个学生列出列出隔离。1183在5月2号、5月3号、5月4号，都有到到公司去做这个模拟机的训练。那相关所接触的学员，我们现在都在匡列中，总名是6名嘛。另外，为了确认机组员伫厝检疫是毋是符合规定，民航局最近发函予国内9间国际的航空公司，要求机组员伫台湾伫厝检疫，若是选择伫徛家也是亲戚朋友住的所在，必须要签切结，若有不实，关于受法律的制裁。另航空公司嘛要定期派员来考察伫厝检疫的条件，也有环境，并且记录备查。民航局会无定期来抽检相关的记录。记者综合报道。除了咱国内疫情，咱驻印度代表处的人员嘛，当受到新冠肺炎的威胁。到今日下晡，已经有8个驻印度官员确诊。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外交部当咧安排包机去接要伫咧印度的台湾人。不过目前敢会当对德里的机场往回，有的台商是烦恼讲，去机场的路途当中，颠倒会增加患着病风险。初8 AM， 台湾驻印度代表处2个确诊的官员，因坐医疗专机等来到桃园机场，一路来去送去病院治疗。指挥中心表示，目前2个人的状况拢真袂歹，不过印度的疫情一直咧传，台湾伫印度的外交官确诊的人数一直咧增加，到初9下晡为止，已经有8个人。截至今天5月9日下午为止，驻印度代表处共有8名人员确诊。其中2位职员搭乘医疗后送专机，在昨天8号的傍晚抵达台北，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住处也正继续安排其他人员接受 PCR 检测。外交部指出，这几天因拢咧无闲安排人员做 PCR 检测，嘛请印度外交部提供医疗协助。对印度疫情真烦恼的，阁有留伫当地的台商，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外交部当地安排包机的相关作业，因会全力配合。但目前包机敢会当伫印度的德里坐，未少台商烦恼搬车会增加患着的风险。包机其实它有个问题，说它包机它因为航权目的只能够在新德里这个首都这个地方搭那个
包机，但是其他地区，比如说像南部的台商、台干，他们如果要去搭上这个包机的话，必须要有国内这一段的旅行的这段飞机的风险。然后德里木几个是比较，应该是说最主要的重灾区，所以这些其实风险其实要评估。依照流程啊，他们就说会先采检之后，那如果阴性的话，还会再2采啦，因为他们现在都在医院。那如果目前其实都还在检验中，如果有结果的话，应该是明天再跟各位报告。7八位印度经过日本转机返来台湾的44个民众，其中有4个人出现症头，采检的结果上紧要等到7十才会知影。记者台北综合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自去年2月，台湾甲福建的小三通道暂停交搭。原本对明仔开始，福建要放零限制，台湾人敢若需要集中隔离2天就会当入境。想袂到，因为台湾的这波本土疫情临时滑动点。因为真侪人是利用小三通的往回，所以袂少人关心讲到底当时才会当开放。陆委会是表示，要搁继续评估。为着防堵疫情，陆委会对去年2月70暂停小三通的往来，到即阵已经停年外。原本放宽小三通有希望，福建省原定在5月70实施放宽台湾人入境便捷通道，实施2天的集中隔离，就使采取大所在甲工作所在来回19天，哪工作哪观察的方便来回管理。无想到受到台湾本土疫情上升的影响，7八福建省宣布临时来喊停。台商会长表示，今麦福建经济依存度真悬，希望中央应推动疫苗护照，不过也尊重防疫优先。当这个消息宣布出来的时候，其实台商都蛮错愕的。那我所知道很多就干脆有的就不回去，有的就不回来。福建省应对疫情指挥部公告指出，因为台湾最近的新增加的本土确诊数量无具备按照原时间展开的条件，决定来进行调整。爱等台湾的疫情符合要求了后，再搁适时来实施。金门县3月一直呼吁中央推动金夏防疫泡泡概念甲便捷通道同款，面临喊停。金门县观光处也表示，配合疫情的动态来调整。伫什么时阵会恢复小三通？陆委会表示，依顺疫情指挥中心判断，国际疫情发展、甲国内防疫量能以及两岸互动的情势来进行检讨，慢慢照顺序来推动。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规天的天气拢真好，中南部上悬呛到38度3。气象局表示，未来1礼拜甚至是10天内拢是稳定的好天气，中南部可能会到34度。咱若是想要等雨来，小可化解咱欠水情形，上无爱搁等2-3礼拜。咱24节气当中的日系已经过啊，正式进入热天，提醒观众朋友都要注意野日，唔通着煞。礼拜下晡的高雄北地地区，出来佚佗的民众，毋是提雨伞、戴帽啊，无着挂目镜，因为南部日头实在是赤炎炎。气象局初到对着中南部地区发布悬温的资讯，像是南投、台南、高雄甲屏东拢是感觉是个顶好，有36到38度极端悬温出现的机会。伫高雄内门气象站测到38.3度，今仔日上悬的温度。太热了，不知道南部天气这么好。今天36度，消暑我们就跑来这里吹吹海风啊，吃冰。天气这热，互人行伫个路，感觉拢要扬起。真侪民众走到游泳池来耍水，也是到饮料店买酸仔来食。不过气象局讲，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未来1礼拜甚至10天内，北部的温度会在29到32度，中南部是搁较悬。各地的高温在未来1个礼拜呢，北部到东半部地区可以来到29到32度。至于中南部地区，普遍在近中午的时候可以出现34度、35度这样的温度。要明显落雨也等2-3礼拜。气象局提醒民众，最近天气真热，尽量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出外要注意，唔通晒伤久，多多补充水分，适来爱保持通风，以防热伤害。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太平的头边坑溪传出2个人渡水死亡，有一群人伫咧溪边航骂时阵，一个27岁姓陈的查甫人咧游水先沉落。伫伊的边仔，阁有一个7岁姓李的查某囡仔嘛无细伫厝内，2个人拢不幸死亡。警方是表示，迄骹头是危险水域有暗流，警示牌有公告民众就唔通冒险。救援人员伫桥骹的水域一直找到渡水的一个查甫人，也有另外一个7岁查甫囡仔，赶紧甲渡水的2个人送医急救。虽然继续进行 CPR， 也毋过姓李的一个查甫囡仔急救了后，也是不幸死亡。急救了40分钟以上，应该完全没有
一样是没有恢复心跳的呼吸。另外一个渡水的27岁姓陈的查甫人，抢救到下晡4点5分，也是宣告不治。代志发生在西九中道，死里的查甫人一家6个人，甲朋友姓陈的阿婆，总共8个人，伫台中太平头便去溪边来航马。当时27岁姓陈的查甫人疑似受水的时阵发生渡水，伫边仔看7岁姓李的查甫囡仔，当时也无细力滑落去。对，我拉到他，然后另外一个男的又把他拉走，另外一个他把他拉走，然后我没有体力没那么好。查实讲，当时渡水的这查甫人，敢若救这落水的查甫囡仔，造成双双来渡水。司法原因也进一步调查。而警方表示，这条溪啊，即阵水量虽然无多，表面上看起来是真平静，不过下面也有真侪暗流，真会发生意外。因为从外观上面看起来，水色是偏深啊，水面上面是没有什么样的波纹，所以一般民众可能会误以为说水很浅，然后就下去玩水这样。根据市府的资料，台中市的头边溪溪流域、一江桥、密布东湖郡、甲上游的仙路瀑布，每一年拢有发生渡水的事件。离事发的地点也拢有警示牌，拢讲袂使耍水。市府也会加强来稽查，对着违规的人开宽道单来驱离。若袂听可劝的，依照水域的主管机关依法来开罚。记者综合报道。家人一只掠一摆的船渔夫888号，坐落伫咧西北的外海回收船，已经2个台湾船员失踪4天。加上5万海巡署会当派直升机扩大超吹范围。不过，国家搜救中心是表示，回收船的地点是伤过远，直升机飞袂到。目前已经请中国斗3天。不过，中国迄边是讲，因为天气无稳定，直升机也无法度起飞。不是这个点就是这个点，他们一艘直升机最少可以抵20艘船啊。家属着急提出家己制作的地图，表示失事位置。姓吴船长兄弟海上失踪第4天，有缘无消息，生死不明。船长妈妈连日来求神拜佛，嘛海事处会当派空勤直升机扩大搜救范围。都已经事隔这么久了，你们连飞机、直升机都没有到场去搜救，平面跟高空照下来的视野是不一样的，麻烦他们就是赶快加派直升机，赶快帮我们协寻。渔夫888号的船头家连日来也调度5只渔船，伫海上继续找找姓吴船长兄弟踪影。船头家张顺良表示，渔民回报查到海上天气平稳，及其气候因素之外，为安怎拢唔出动直升机救援。目前我们持续派1舰2艇在现场搜寻，案发位置在海峡中线以西。那根据规定的话，应该由国家搜救中心协调陆方来派遣直升机协寻。等于是我们出船，他们出飞机。那今天因为天气不好，所以他们的飞机没有飞。国搜中心表示，渔夫888号案发位置离本岛120里海里远，更加伫台湾海峡中线以西，毋是直升机有效执行范围。海巡署继续派出1男2艇搜救，也已经联系中国协船。目前中国已经派出3船，不过中国指出天气无稳，将尾啊有缘需要中国判断敢是出动直升机搜救。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做回来关心，英国初六举行地方选举，这是因脱欧甲新冠疫情爆发了后，头一场大型的选举。伦敦头一位穆斯林的市长工党的卡恩顺利连任。另外，长期主张苏格兰要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又阁是大赢议会选举，话声讲要阁一遍推动独立公投。英国超级拜四地方选举结果陆续出来，上受各界注意的苏格兰议会选举，由长期主张独立的执政党苏格兰民族党 SNP 第4摆胜利，伫129席议会中摕到64席，差1席就过半，加上革命的第4大党苏格兰立党8席。议会内支持独立政组稳定多数 ，SNP 党魁斯特金表示，等新冠疫情结束，2023年底前，就会再次推动苏格兰独立公投。英国政府无立场阻止。And given that outcome, there is simply no democratic justification whatsoever for Boris Johnson or indeed for anyone else seeking to block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of Scotland to choose our own future. 另外一个真受注意的战场是首都市长选举。2016年当选伦敦第1位穆斯林市长，工党籍的卡恩顺利连任成功，55.2%得票率比顶一届淡薄减少，不过为这摆选举连续失败，工党守住重要的1席。
这摆电风加科学选举是英国脱欧加新冠疫情爆发了后所举行的第一场大型选举。防疫安全考虑之下，投开票速度比过去慢。最近英国用这港军执政的保守党伫英格兰表现真好，甚至摕到工党传统票仓。威尔斯议会议员是工党天下，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转来关心国内消息，台南安平港昨有7个台湾人驶马来西亚籍的庞船靠港，不过因为船故障，无法度提早用无线电报关，加上因停的是游艇码头，要等籍管署的人去检疫，就安尼7个人伫船顶等到半暝，目前还有2个人未当落船。一群人心情真忝的徛伫船顶等待上岸检疫。这只马来西亚籍庞船原本要停靠高雄兴达港，因为防疫关系，只下当进高雄港也是安平港指定区。也毋过找袂早起7点外紧急来到安平港了后，船长却发现指定区是予大型货船停靠，港边安全设施也拢是予大船使用，无适合庞船。若停过去，无管是船身还是人员上岸，拢有危险。我们就停到他们临时安检区，他们说那个地方不是他们的匡列的范围。然后就跟疾管局一直反映，从早上7点反映到现在。有些人晕船，然后很累，健康状况都还好。我们每天都有帮他们量体温。船停伫非检疫酷热区的游艇码头，加上3工前捌故障，无法度用无线电提前报关。海巡就船检查才发现船无申报入港，相关程序未负作业。7人伫船顶等1工，找到下昼。指挥中心主动回应出案，表示暗时我9点才接到通知，可以开始检疫。那被通知到时间是8点56分。我们9点半，所有的单位就已经到了现场，然后执行相关的入境查验。港务的工作是 CDC 负责那还有移民署的像港务公司这些，那我们地方政府在第一时间知悉这个消息之后，赶快到现场。因为7人拢无发烧症状，疾管署检疫了后，同意予其中5人伫车口透早1点外坐专车登到各自的基检地点，另外2人继续留伫船顶，等待拜1得去核准，才结束这场检疫风波。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台北捷运的警察队统计，今年1月到4月，伫咧捷运顶头防骗扫偷翕的案件有900件，排伫咧前3名的暂时中孝复兴、台北车头甲中孝新生，拢是人查的地点。挂喙案超过70岁世界嫌犯，今年3月伫北捷板南线江子翠到中山市站之间，涉嫌性骚扰一名20多岁女乘客，落车向警方发救。经过影像资料库比对，发现这名70岁老人是捷运性骚扰惯犯，事后以性骚扰罪嫌上班。捷运警察队表示，即马唔但会影像监控，也会透过大数据来分析，过嚟找找性骚扰嫌犯速度更加紧。我们这些图像建立起来，就这个影像跟这个我们建立的这个图库对看看，是不是就是惯犯，做第一层的过滤。我是前科犯的话，当然会比较快。捷运警察队公布今年1到4月性骚扰发生场所以车厢电扶梯上侪，另外妨害秘密偷翕案以电扶梯暂体出入口上侪。最近5年偷翕也是性骚扰案件发生上侪暂体，第一名是中孝复兴站，其次是台北车站、中孝新生站，拢是运量上大、人上侪站点。也毋过，惯犯发别惊，妇女团体认为，主要是基建困难，加上发掘伤轻。因为性骚扰它发生的快，你摸完就走了，然后你拍，如果你删掉了，我不一定有那个当下有那个证据，罚的不高。有些人就是故态复萌，或者是我不知道他是有没有针对他的身心理去做一些行为人的处理。另外，捷运警察队也针对发生时段进行分析，强调性骚扰案以早起6点到10点上侪。另外，妨害秘密案以下昼6点到10点上侪，拢是上下班时段，人密集，歹徒较好下手。目前已分析资料，规划16个重点站体，加强警力派驻，甲车厢巡逻勤务。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母亲节，除了感谢咱每一位辛苦的妈妈，有民间团体甲台北艺术大学的学生是发起扣本数的活动，要守护北台湾的母亲河淡水河。无论大人囡仔，拢认真在扣本数。天下杂志甲台北艺术大学做伙举办守护淡水河保环的活动，希望民众为生活中了解河川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淡水河即嘛是生活垃圾足侪，伊的沉积物嘛足侪，所以变讲伊的内底你船嘛无法度行，来去嘛足臭的。然后生活垃圾变讲是阮无法度讲这水去利用它。
主办单位表示，今仔日的静和活动有正100人参与。伫母亲节即天，号召民众用行动来关心北台湾的母亲河。今仔母亲节就知影这个活动讯息，就觉得就有意义的嘿。啊，就带应该想讲到顶来，而且我嘛住社附近，就感觉这淡水河从小就有感情的。无偌久的时间，民众就捡出几啊袋粪扫，经过分类，未来学校嘛用部分的废弃物来做艺术创作。我们发起一个叫做静和的艺术嘉年华的活动，然后也就是说捡这个垃圾，然后呢就可以让它变成是艺术品。这个概念啊，我办一个比赛，有办一个比赛就是讲，咱静和的这垃圾呢，应该做像那沙，啊不就是做艺术品。未来有几啊间大专院校的美术系、设计系学生会做伙合作，将部分捡来粪扫成做创作的元素，制作艺术品。6月初5伫海关码头展出，希望民众透过生活甲艺术，理解废弃物对地球造成的影响。记者杨淑静、林玉凯台北报道。有一寡外来种进入咱的山林了后，对破坏咱原本的生态。山水香就是其中一种。嘉义县中部乡有在地艺术家用过粉的槟榔籽掺一寡野草来染布，毋但推广用食物染布手艺，嘛好通扣掉一块无好的野草。各种用槟榔染的挂布创作，画顶面各有画图，增加特殊的风格。这个作品使用的染材包括过色的槟榔籽、茶屎藤、赤查某等等的食物，甚至阁有使用对环境有害的山水香。龙眼的落花，还有槟榔的过熟的槟榔。那另外野草就是小花蔓泽兰、咸丰草，还有一些像说树葡萄的皮、洋葱的皮，这些东西，这些野草一起来染。嘉义县中部乡的嘉宾文化馆举办染艺热展，除了有使用一寡较无共的染材，阁有来自东兴社区的艺术家，希望呈现过去社区食物染的手艺。我是在地长大的小孩，我们知道确定有这个技术之后，我们现在在做我们是知道要把所有的技术全部再学回来。现在在做是一个传承、延续跟推广的一个动作。染这个区块的话，我觉得是这个地方的一个很大的特点，而且呢，它有各种不同形式的文化面出现。林务局嘉义林区管理处指出，山水香是外来种的食物，已经危害台湾林木将近30年。真侪食物的生长拢受到影响，甚至搁爱变异生来移除。林淑文表示，即马当咧向社区推广山水香的新理，希望透过社区的力量，减少山水香的危害。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一般的职业妇女，除了爱面对工课竞争，搁爱承受家庭的重担，搁较免讲有一寡厝内有特殊病症囡仔家庭会有偌辛苦。咱做伙来听这寡妈妈分享家己的经历。母亲节为了妈妈的辛苦，每一个人拢有同感谢方式。根据卫福部公布108年15到64岁妇女生活的状况调查，近8成有红晒妇女拢是职业妇女。这妇女除了兼顾老母、家后、新妇的多产角色以外，同时也必须面对工作上的压力，甚至可能有更加困难的条件。没有人教我当妈妈就算了，我更没有想到我还需要学习怎么当一个特殊儿的孩子的妈妈。我不是孩子越教越不好，而是他真的有这样的需要。我也希望有更多母亲跟我一样，把这个力量，然后再回馈给这个社会，成为一个正向循环。因为后生较真是阿斯匹克症，和倒回子身为老母，放下家己的梦想，甲想要做代志，投入伫教界。除了理解后生的需求，也串联帮助更加多相关拄到难关的家庭。伫今年23岁新生代妈妈美玲，甲后生迷你 Q 的日常翕做影片，放伫个 YouTube 的频道，在生活中也实现工作理想。大学毕业啊，毕业典礼也都有在我们的影片里面，然后到后来有小孩结婚，这些都在我们的频道里面，就是很像我们的人生的日常，就是一一给大家看这样子，对啊，所以这个就跟一般职业很不一样，就是我们的生活其实就蛮像在工作。美玲分享饲囝经验，伊认为做老母上界辛苦的所在，就是每一时阵拢爱为囡仔来烦恼。也过妈妈毋是只有一种的身份，勇敢来讲出心内话，互翁婿斗3工来帮助，就使互婚姻甲饲囝生活无遐尼辛苦困难。记者综合报道。这回来关心明仔载天气。
北部地区24度到32度，中部地区24度到33度，南部地区24度到34度，东部地区24度到31度，外岛地区21度到30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晚安，再会。